《論語》係一本君子修行手冊。咁君子究竟係咩回事呢？我哋知道學唔係學知識，係覺悟。覺悟我哋生命嘅本質，生命嘅境界。君子係我哋生命中嘅不同嘅境界嘅一部分。喺儒家經典嚟講，佢哋話我哋嘅生命境界可以升，可以沉，可以高，可以低。一出世嗰陣時，大家都係一樣。我哋可以講個生命境界係一個普通人，或者叫庶人。但係儒家文化話，我哋生命境界隨住我哋嘅經歷，可能會下沉，亦都可能會上升。當如果我哋唔去學習，我哋嘅生命境界可能會下沉，從一個庶人變為一個小人。小人大家都耳熟能詳，有好多種，可能卑鄙小人啦、虛偽小人啦、貪婪小人啦、不忠小人啦、不孝小人啦。如果我哋唔能夠把持到我哋應該有嘅道德，我哋嘅生命境界會下沉。如果再唔好落去，再沉淪落去，我哋生命境界可以跌為禽獸。呢句說話唔係淨係我講嘅，係孟子佢話過：人之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。人都有獸性，但係如果我哋唔跟透過學習去維持我哋人嘅本性，我哋將我哋嘅人嘅本性不斷下沉落去，會同禽獸一樣。如果再沉淪落去，半開玩笑可以講，我哋會去到個禽獸不如嘅境界。生命係會下沉嘅。你可能你個外表可能係非常之堂堂然然，可能着嘅非常之漂亮嘅衣服，可能亦都有好多不同嘅文憑，有好多嘅地位，好多嘅財富，但係你嘅生命境界可能如果要下沉落去，做小人，做禽獸，做禽獸不如。但係儒家思想孔子話，我哋生命境界亦都可以提升嘅。提升從一個普通人、庶人，提升做善人，一個好人。論語裏邊有講過善人，我哋繼續學習，我哋可以再將我哋生命境界再提升上去，做一個士人。做士人，我哋學習修文修武。孔子係文武雙修嘅。當你修文有成就，你成為英才；你修武有成就，成為雄才。文武雙修有成就，可以成為英雄之才，可以幹一番事業，可以一個大企業家，可以大嘅一個軍事家，可以大嘅一個官員，可以大嘅一個醫生，都非常了不起。但係孔子話唔好停留喺呢度。你生命境界同你嘅事業冇直接關係，你仲要將繼續你嘅生命境界透過你文武學習，透過你嘅知識學習提升上去，去做個更高嘅生命境界，個叫君子。當然喺君子上面仲有更高嘅生命境界，所謂賢人、聖人。所以從呢度我哋可以體會得到，喺儒家文化《論語》裏邊話俾我聽，我哋嘅生命境界係唔係一成不變嘅。透過我哋嘅學習，透過我哋嘅行為，會可升可沉。而關鍵就係咩字咧？
就係呢個學字。如果透過呢個學，我哋希望追求嘅一個更高嘅生命境界，去到君子，然之後我哋再一步一步再上升上去。呢個就係儒家經典《論語》嘅核心思想。